农业部有去估计，讲全国青皮杜定的数量有到20万只。农业部也宣布要成立青皮杜定防治应变小组，未来农作物天灾回报系统也新增加青皮杜定的通报。台南市农业局也配合中央政策，设立举办防治人员的训练课程。无到一天的时间，这120个名额拢装满，甚至就有人伫质疑讲，有人放偷偷安插在内。我是市区农地还是海边啊，拢会当看到青豆丁，红地都是有害外来种的青豆丁，伫台湾会使讲是规个失控啊。农业部授权地方政府训练了因的人力，在伫台南市是第一摆开课程。数量多到很吓人，因为他们产卵啊，干嘛的，一次就可能上百颗都有。那所以你一直在除的情况下，可能就是真的是需要很多的人来帮忙了。产啊是余温啊，伊拢有一寡损害的乌空的葱啊会安尼。讲足糟蹋的，我总来上课者，啊，像说帮忙移除安尼。那个青豆丁伊拄会当得到奖励金，是啥真侪无共职业的民众下关市来参加。12月初6和13两天，可能120个名额，无够一天报名就满啦。洪志基有来电农业部澄清，在10个小时里面，我们同事在凌晨的时候就把已经额满60个。额满我们就把它关闭了，所以我们一切公平公开。台南市电今年已经预估要12000只的青豆丁，但是受课学者嘛提醒讲，伊就莫干那想要把数量冲好悬，外来种的生物管制法令嘛需要调整。还有很多法令都没有去配合啊，好，包括我们的放生法，是不是？我们到现在放生没有罚则。好，所以我们很多其实有些生物会放生，造成很大问题。农业部初估各大的青豆丁已经有20万只，这么多，才来宣布成立青豆丁防治应变小组，透过农作物天灾回报系统，甲因分3组来执行通报、监测和抓因的工作，来达成加速医毒的成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